起初神創造天地，地是空虛混沌，淵面黑暗，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。神說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開了。神稱光為晝，稱暗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這是頭一日。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，將水分為上下。神就造出空氣，將空氣以下的水、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，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稱空氣為天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二日。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，使旱地露出來，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稱旱地為地，稱水的最處為海，神看着是好的。神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着核，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各從其類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着核，神看着是好的。